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嚟講下生物嘅特徵。生物究竟有啲咩特徵呢？分別係以下7個。第一係營養，營養係生物獲取食物嘅過程，而營養亦同時分為自養營養同埋異養營養。例如大部分植物會進行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就係自養營養，而動物就會透過攝取食物以維持生命，呢個就係異養營養。第二就係呼吸作用，呼吸作用係指生物分解有機物，例如葡萄糖，以產生能量嚟維持佢哋嘅活動嘅過程。第三就係生殖，生殖係生物繁衍後代產生同自己相似個體嘅過程，呢個過程可以保證物種得以延續。第四係運動，運動係指動物由一處走到另一處嘅能力，呢種能力可以幫佢哋逃避危險同埋尋找食物，而大部分植物固定喺泥土入面，因此只可以作有限度嘅移動。第五就係感應性，感應性係指生物對刺激作出認知同埋反應嘅能力，此能力可以增加生物生存嘅機會，例如某些植物具向光性，因此便可以增加生存的機會。第六就係生長，生長係指生物嘅體積增大同埋複雜性增加嘅過程。第七係排泄，排泄係指生物將有害嘅代謝廢物排出體外嘅過程，例如我哋會透過呼氣嚟排出二氧化碳，透過排尿排出尿素。要注意排泄同排遺係唔同㗎，排遺係指排出未消化嘅食物殘渣，例如糞便，整個過程與排泄不同，因此排便就唔屬於排泄啦。